成王爷阴阳判。惊是朋友，惊困去，惊会忘记你，惊找回有你的记忆。思念的天线，过海过山岭，亲像风送着你的形影。 最大呀！创啥？真歹势啦！我这兄弟哦，已经啉烧酒醉啊！我即摆吼就拖伊出来，较紧较紧！哎呦，还袂来啊，搁甲我爸！你饮烧酒还袂来啊？你大家请。小李啊，酒才能放来啦！ 阿爹，安怎？伊也无啥物伤啊，你是讲吼伊安尼啉到醉到唔知影人啦。拄则吼，阿爹迄草药互伊啉落，佮一个时辰伊就精神啊。是阿爹。浑水啊！啊，你今仔日去救着这位公主的时阵，你敢有含人？无啦，阿爹，我有听你的话哦，我绝对吼无生气，嘛无甲别人起冲突。安尼阿爹就放心啊。安尼好，你搁去抓药啊！老板，让我出来。真正也生了病吧？搞忘鬼啊！吴天宝，你这恶霸！你真正唔知好歹，好，将你送去管老爷。你讲把唔听送好爷的物，啊，对啦，你从正帖啊送去好。你讲会啊，我的爷要请管老爷。老板，请进来。啊，你我唔管再送去，是，进去啦！我回去，有。放开！林小姐，人去看，歹势啦！阮这间店哦，已经去互这黄老板包落来啊啦。我唔是要来啉烧酒的啦，我要探听一个人。你要找啥物人？迄石头，关关啊，关啊，珊珊啊，珊珊。啊，甲迄有共款啦，甲迄啉酒甲伊共，啊，但是哦，胃则歹啦。高兴囡仔，你即马伫咧讲啥？你是毋是偌久伫咧乡下啦？你无看只敢若阮黄老板咧啉烧酒是？若无代志紧走，莫当来搅了阮黄老板啉烧酒的雅兴。啊你管我！好啦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人去看，你拄则讲的迄个人哦，阮遮是有足侪人来遮啉酒啦。啊，毋过哦，头拄啊，确实是有一个人爱生做甲你讲的迄型哦，淡薄啊共款的。啊，毋过伊头拄啊就啉烧酒醉啊，啊去互迄卖草药的区公主带转去安尼。安尼哦，多谢咧。我无想要走。啊，安尼走啊！人去看，门伫迄边啦，伫遐哦。伫后壁啦。哦，我知影。
好啦。我，你电话行这行去？对啊，歹势，歹势啊，歹势啊！我看你是皮咧我精唔错嘢啊！我唔错嘢，唔係出衝動啦！我唔錯嘢啊！阿表，你拍你都拍唔掉，我是咋？我，啊你讲唔对，哇，你这人真正都咁冇路用嘅。哇，好厉害功夫啊！无影，你过奖，你若爬开啦，你身躯较好无？我身体唔是身躯啦，身体真好啦。请问者，啊，我哪会来这个所在啊？你伫客栈内底吼，啉烧酒醉啦。哦，倒地方上吼一个恶霸，万日啊啉烧酒，我惊伊吼，你会甲伊有麻烦，所以我唔敢甲你插伫咱厝休困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多谢多谢啦。咱客气啦。对啦，啊，袂甲你请教吼，尊姓大名？我姓杜，叫做杜正亮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啊，都是贪杯，有当时啊啉酒啊，拢啉过头的，啉甲唔知影人，连家己舞出什么代志都唔知咧。我甲你讲咧，今仔日是你甲我解救，啊若无啊，我唔知要搁惹出什么麻烦咧。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啊！是讲你叫什么名咧？大兄，叫我混水就好啦。哦，水啊，水啊，水啊！阿伯啊，安怎？你若听走倒去啦？我来去办草药啊，是看伊什么代志啊？阮早囝去迄黄天白掠去啦。什么啊？客面大日小的拄啊接到一支公函，是啥物公函啊？也有这是黄天白黄老板送互你的礼物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叫啥名？大人，我叫做秀玲，我求大人开恩，放我一条生路啊！迄个黄天霸唔是人，阮阿爸欠伊钱，也毋过伊放荡来欺负阮这个产者啊！阮阿爹因为还袂出利息，伊就将我掠来。大人，你台湾大人，我求你放我走啊！我求你。欠钱害济，负债囝害，这是理所当然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好好来伺候我啊！只要若互我欢喜啊，恁阿爹就唔免啊过艰苦的日子。好啦，大人，我叫你放我走，我叫你放我走，大人。来，来带去后院，好好甲顾。我不爱啦，大人，我求你别走，放我走，大人。我你是创啥的啦？大人这公函，啊，也够公函。哎，什么？顺安大人5日后要来分款。可，这黄天霸根本就欺人太甚嘛！是啊，我嘛是走投无路，唔知要来拜托恁阿爹，只有恁阿爹才好了救阮查某囝出来。啊，这个黄天霸到底是啥物人物啊？伊是一个欺身炮大歹人。哎呦，搞你啦！啊，你哪会样对到遮来啊？要找你唔得真简单，只要吼顺着你图的物件，遐找就找着你啊！搞死你啦！讲这什么话咧？大兄，啊？请问这位是？伊是？我是因小弟啦。原来是杜小弟，原来你嘛知影黄天霸恶行啊！我不但知影哦，而且哦，我贪短哦，离酒店的时阵哦，我搁会收你一个啊！哈，这小兄弟讲这么好，哎呀，叫你救阮查某囝出来。阿伯，你莫搞我跪啦，你莫搞我跪啦，放心，我答应。救阮查某囝，救阮查某囝。我知影啦。啊，咱借问的，啊，大
答应人，人是要安怎救哈？真简单啦，因安怎甲恁抢去，咱安怎甲伊抢倒来。哦，真红声呢！你一个人会当拍几个啊？无咯，阿姊啊，功夫嘛真好呢。安尼哦，安尼好，讲救就救，行来去。小等阵，救人我当然真欢喜，啊，不过我烦恼我阿爹伊。哎呦，救人好代志啊，你阿爹一定赞成的啦。我无赞成，阿爹，这啊，无赞成？无唔对，我无赞成。我老实，虽然秀莲哦，敢若我的亲生头囝同款，但是恁大家拢嘛知影讲，这个黄天霸，我实在压抑袂起啊。这点，请你谅解啊。你真正有够惊死的呢！你歹去，刷刷去啊，嘛无需要你斗相共啊。文水啊，你要去无？我连你也惊死哦！小兄弟啊，这世间的黑暗吼，你是无法度通了解的。我劝你哦，千万莫这么啊冲动啊！嘿，对啦，这苦老爹讲了无唔对，做代志唔通冲动了，咱爱好好啊想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个恶霸才对。恁做代志哦，有够龜龜毛毛的呢。没，哎呀，阮唔是巨魔了，你想看卖，一个地方的恶霸会当在地方上安尼为非三做遐尼久，嘿，拢无人有才调伊。这其中必有缘故啊。所以讲，唔是甲人抢倒转来，安尼就会当解决咯。真正要为地方来除害，绝对要斩草除根。斩草除根。原来如此。老板，咱要先下手为强。先下手为强。我听你一句话，我就生气。我问你，咱这人什么人派来我这小囝？你讲什么先下手为强？我跟你讲，代志唔是这么简单。我得看伊安怎样来对付我。阿伯，阿姊，阿伯，我这药啊，甲你送过来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啊，阿妹身体有较好无？老板，你是来这要创啥？我是要创啥？老的，我甲你讲，你唔好敬酒唔食要食罚酒。听讲你有勾结一群人，是要我黄天霸害我？无啦无啦，我哪敢安尼做？无啦无啦。要安尼，伊是啥？我是来这送草药的。啊，是是啦。哼，你是来这送草药啊？你这个我天良的恶霸，你到底是想要安怎？你是了我袂讲啥，讲个较细致。喂，你唔通想我超过哦？人无我，你是要安怎？哼，给我跑！有破歌，伊考地罪，我地罪啦，地罪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也毋过，我烦恼你酒瘾难犯，答应的代志就会放袂去。除非安怎咧？我只有一贴药啊，你将伊接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只要一啉酒，你的头壳就会痛，而且会生不如死，事机无力。我等一下。啊。爹，我欢喜了。欢喜咯。欢喜哦。一定要好好读册，袂得考。我会拄只状元转来呢。状元？哎呦，阿弟啊，你受罪啊，状元。哎呦，郭大哥，你是安怎？哎呦，搁老花呢？是黄天霸。真好。这快咧！来，这好起来，好起来。哎呦喂呀！哎，裤大兄是安怎咧？
可是迄黄天霸啦，我听到吼要甲伊教死，结果是伊阻止啊，你看这下好啊啦，互伊遐尼摇摆啊！呀，真正是太过分了。周先，你都还讲太过分，会晓讲也袂晓做，你嘛是有一个办法的。好，我绝对要甲黄天霸的恶行恶状告甲县老爷遐去。对，该告，怪到头毛洗衫帽。好，赶紧将纸甲笔摕来，我亲身写告状。是。喂，小等下啦，这是我要读册用的纸甲笔呢。阿弟啊，像你这种如此不可教的人才哦，若要读册哦，免调急啊！你看，像黄天霸这歹人啊，你若搁耽误一天哦，真侪人受害呢。所以这叫牺牲小我，完成大局啊！牺牲小我，完成大局哦。好，周先生，等，我阿弟爱纸甲笔咯，你做你用啦，这拢是的哦。只要吼，你会当为民除害吼，我阿弟啊，就算讲牺牲小我，这老算啥，对不？好，倒啊，对我做倒啊哦，对，周先生，你也写较紧的吼，无我又会损失哦。点了。哦。继续讲，大人，黄天霸以钱庄为名，其实伊是放荡来欺压善车老百姓啊！这个人目无王法，而且当头白日强压民女。大人啊，这款的恶行恶状，真是地方的恶霸，地方之害。大人哪会愿看伊安尼逍遥法外？这可有认证？坏人造认证，我也是。大人。所有的百姓，人若听到黄天霸三字，大家都惊甲面仔拢裂失去。迄囡仔若哭甲骂叫，听到黄天霸绝对随点去。大人啊，所有的人拢是认证啊。本官知影这桩案件，要毋过就爱一点仔时间，互本官去查案。这，大恁。顾大哥，顾老爹，该讲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今仔哦，我甲周先啊，终于替顾大哥吹一口气啊啦！浑水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浑水的身体哦，用到一只拉牛的，倒一两工啊，应该都无问题啊啦。哇，你加载了。浑水啊，我是哈。大兄啊，我拄有听到讲替我出气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今仔我甲周先啊，阮走去家门呢，甲黄天霸全部歹代志拢讲出来哦。今麦县老爷哦，讲要查这个案件呢。嘿妹，哦，你都唔知影咧，迄个时阵偌精彩，比看野大戏更较精彩呢。啥物啊？你管老爷遐黄天霸？哎呀啦！老爹，这地方的老毛，这个讲哦，应该讲太好了，你若讲害啊啦。我是惊你惹祸上身啊！惹祸上身？为你伤心又何必既然交到我黄天霸作对，我还是偌久在嫌先。管老爷，你讲是毋是？老板，伊讲的话无毋对，也毋过安怎？我即马有一个麻烦的代志，过几工啊，顺案大人来咱县的视察，这过程的代志若无处理好好势，到时恐惊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代志我安排好去，我早都妙计咧等。爹，这款粗单工课我做好。哎，混水啊！啊，你唔得等要内面甲相拥好好破查代志吼，阿爹连就用的啊。阿爹啊，我的伤势吼，已经调拢差不多啊啦。有较好个哦。有啦。那安尼吼，咱明仔载就搬出去。咱要搬出去？咱是要搬去倒啊？这间厝哦，咱已经住袂落去啊。你就知影讲，迄个黄天霸并毋是遮尔好惹的角色啊。既然咱也嫁袂起哦，咱就规气搬出去，会当米偌远算偌远啊。
阿爹，敢讲咱这个世间，敢真是无真理啊？嘿哦。水，无得靠讲，天公伯啊，目睭是迄乌云炸掉的啊。来，我以茶代酒敬你，祝你一路顺风啊！我祝你平安顺遂。来来来，太奇怪，啊这安怎啉都无味咧。哎呀，舅兄啊，今仔日这算前别的好日子。前别就是爱食好的、啉好的啊！啊食咱是食土豆，啊啉茶安尼袂爽快咧。舅兄，烧酒甲赶来咧。好，我甲你啉酒，来。哎呀，大兄，来，请用。啊，哦，来来来来，我敬你。敬你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只要是啉着酒，你的头壳就会痛，会互你生不如死，四肢无力。大兄，你是有啥物心事是无？雨水拍窗，滴滴有声，情泪滴落你敢看我？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冷冷无情不知感觉。雨雨声吵阮规路暝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款呢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，伤心事用唱歌袂记。你心内的女主角我的心事，一出戏。